这表示说这弹性很好啊，可以来打乒乓球。自家贡丸当球丢是有十足的信心。过去靠人用手不断捶打才有的弹性，现在用自动化机器代劳，但原料历经3代没变，只用当天现宰的温体猪后腿肉。我们没有去加淀粉或是鱼浆，只是纯瘦肉做的，所以说一定要很好的原料肉品质，还有很老道的经验才办法制作。温体猪肉急速冷冻到1-2度，虽是机器搅拌，还是得靠师傅经验。适当的搅拌速度和时间会影响肉的蛋白质萃取，也影响口感。那以前的手工是因为整个肉用手去捶打，现在我们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，用机器来代替手工，但是品质会更稳定。让贡丸熟成，热水得控制80度上下。黄世凯说，肉才不会柴，才能尝到包覆的肉质鲜味。香菇贡丸却因为香菇原料供应商的疏忽，一度让这老字号面临危机。这些都是经过27S 检验的香菇，都是没问题的。我们现在在原料的使用上都特别的要求，一定要经过合格检验的原物料，我们才敢使用。以阿公名字命名的品牌得爱惜羽毛。原本只是卖面和贡丸的小摊子，如今已经是代表新竹在地特色的名产。我们是希望把做新竹这个在地文化这个名特产，把它扩展到国外去，让外国人士知道说，台湾新竹这个地方就是真正好吃的贡丸。是什么样的味道？也要让客人有更多选择，加入当归枸杞、客家福菜等养生食材，传承在接班者身上，有着守成和创新的使命。如果现在问说成功嘅系嘛嘅成功的诀窍是什么？唔好惊失败。我们虽然是老店，经历过一些挫折，不过失败为成功之母，不要放弃，要重新站起来。这几年也到对岸海外行销，黄世凯不断寻找继续向前的出口，让传统美食也能跃上国际舞台。成功嘅系嘛嘅，唔好惊失败。成功嘅系嘛嘅，唔好惊失败。